做人之道，贵在有礼，与人相处，应存敬意。无论面对长辈、上司或是德高望重之人，皆应怀揣谦逊之心，举止合宜，话语得体，使对方感受到尊重与诚恳。对于地位较低者，则不应以高姿态自居，更不可因身份差异而轻视。真正有涵养的人，无论面对何种身份之人，皆能平等以待，温和待人，让人如沐春风。傲慢只会使人孤立，而谦逊则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融洽。待人以礼，方能赢得尊重。立身于世，当以此为本。世事如棋，每一步皆需审慎考量，方能走得稳健长远。凡事不可糊涂处理，大事关乎全局，需深思熟虑。若因一时大意而决策失误，则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。然而，于细微之处，却不应过于计较。生活之中，难免有琐碎琐事，若凡事斤斤计较，反倒失去应有的从容与气度。智者能权衡轻重，不因微不足道之事扰乱心境，不因短暂利益而失去长远目标，既能把握大局，又不为小节纠结，方能在复杂的世事中游刃有余。财富之于人，并非唯一追求，处理利益关系时，应懂得进退有度。凡事贪得无厌，则容易失去人心。适可而止，方能长久。若理应得6分，却愿意退一步，只取4分，则能显现一个人的义气与格局。世间利益纷扰，唯有心怀公义者，才能于物质世界中保持纯粹，不为私利而牺牲他人，不因贪念而迷失本心。真正的君子，懂得让利于人，凡事给他人留余地，方能赢得长久的信任与敬重。凡事不争，不代表懦弱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与修养。品行端正之人，无论处于何种环境，皆能洁身自好，恪守本心，如莲花般生于淤泥而不染，香气远播而愈显高洁。世间充满各种诱惑与考验，唯有心智坚定者，方能在纷扰中保持清明，不被名利所困，不权势所惑，行事公正无私，做人光明磊落。廉洁之人，不因金银财富而动摇，不外界诱惑而改变，始终坚守底线，让人心生敬仰。真正的清廉，不仅是对自身行为的约束，更是对内心纯洁的坚持，使人在世俗之中仍能保持高尚品格，散发如莲般的淡雅芳香。待人处事，贵在真诚，无论交友还是合作，皆应表里如一，坦诚相对，方能建立长久的信赖关系。虚伪之人，或许能暂时获取利益，然时间久了，终会失去人心，因为谎言终究无法长久掩盖真相。诚信为立身之本，一言九鼎者，方能赢得世人敬重。答应之事，必须兑现；许下承诺，便须坚守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人信赖。待人以诚，不存欺瞒之心，则无需时刻提防。凡事坦荡无愧于心，内心方能真正安宁。诚信之人，如磐石般稳固，无论风雨如何变幻，皆能屹立不摇。修身养性，当以内心安定为根本，培养仁爱之心，使自身气质升华。内心纯净者，自能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。敬畏自然，珍惜生命，对待万物皆怀慈悲之念。仁者之心，如春风化雨，使人感到温暖，亦能带动他人向善。修行不只是外在行为的规范，更是内心境界的提升，使自身拥有宽广的胸襟，能包容世间万象。心怀仁爱，则能待人温厚，行事谨慎，言语温和。这样的人，自然能在社会中受到尊敬，获得长久的幸福。做人须有原则，行事须有智慧，对待利益当知取舍，操守廉洁不容动摇，对人应当诚恳真挚，修心必须不断精进。这些准则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全掌握，而需在岁月沉淀中不断体悟，在现实生活中逐步践行。每个人都在世事历练中成长，或许会遭遇挫折，亦可能会面临迷茫。然而，只要坚守内心的准则，不被外界所动摇，终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。人生之路，并非一帆风顺，唯有坚持正道，方能行稳致远。与人相处，无需刻意讨好，也不必刻意疏远。真诚待人，自能收获诚挚的关系。凡事不可只顾眼前，当以长远目光看待每一段缘分。生命旅途中，所遇之人皆有其意义，或许是恩师，或许是挚友，亦或是人生的过客。无论何种角色，皆应以善意对待，宽以待人，严于律己。这样的人生，才能活得坦然自在，不为琐事所困扰，
不因人事纠葛而生忧虑。真正的强者，不是权势在握者，而是内心强大者，能够坦然面对世事变迁，保持初心不改。世间万事变化无常，唯有内心坚定者，方能从容应对。外界的风浪，终究只是考验。若能在困境之中坚守信念，则无论境遇如何变换，皆不会迷失方向。做人须有底线，做事须有原则，面对利益当知进退，对待名声应保持淡泊之心。这样的人，方能在人生旅途中行得稳，走得远。修身养性，不仅是对自己的提升，也是对世界的一种善意回馈。每一个人皆可透过自身努力，活出更高的境界，成就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生。